今日黃老師拍呢條片咧，想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呈分試作文嘅時間安排啊。嗱，以呢個50分鐘嘅作文考試嚟講咧，假設如果你學校要求你寫2篇文嚇，一篇實用文，一篇長文，時間點樣分佈咧？我就建議大家實用文必須要喺15分鐘之內完成啊，而長嗰篇咧就用餘下嘅時間去做。呢15分鐘入面咧，實用文呈分試啊，一般咧都係考呢幾個問題㗎啦。日記、週記、便條、書信，格式要背好啦，呢個唔使多講。嗱，日記黃老師建議你哋3段至4段就好收尾啦嚇。凡係寫日記咧，格式、日期、星期、天氣，同埋第一段最簡單抄題目嚇。題目問你啲乜嘢，你就成題抄落去。譬如個題目係話，今日咧你屋企停咗電嚇，寫一篇日記講你嘅感受。你嘅第一段就寫啦，今天我屋企停電啊，我真係覺得好難忘。呢個就係第一段，然之後馬上去第二段寫經過，最後一段就寫結尾咯。今天真係乜乜的一天，希望明天就點點點，係嘛？呢個係日記嘅格式，最多唔好寫超過4段，否則咧你就一定唔夠時間做下面噶啦。而如果週記嘅話咧，冇辦法啦，因為呢個係週記嘅格式要求嚟㗎，點都要寫5段㗎。第一段同日記一樣，抄題目嚇，題目就話呢個星期表哥一家喺內地嚟香港旅遊喎，你同佢去邊度玩啊？我哋咧抄個題目，這星期我和表哥一家去咗香港唔同地方旅遊，真係難忘嘅一星期啊！然之後中間3段揀3日嚟寫，係咪？呢啲格式你哋應該要溫熟㗎啦。星期一、星期三、星期五，每一日寫一段，而嗰一段嘅內容唔好太長，貴精不貴多。週記內文嘅每一段咧，我建議大家3至4句好停㗎啦嚇，千祈唔好多過4句。最後一段第5段同日記一樣，做翻個本星期嘅總結啊！呢個星期真係乜乜的一週啊！希望有機會再同表哥一齊玩啦，咁樣就完成簡單嘅週記同埋日記㗎啦。如果考實用文咧，最主要都係日記同週記花嘅時間比較多啲。便條嘅話咧就冇問題㗎，便條啊，希望你哋10分鐘之內甚至更短時間去做完佢啦。便條最緊要同我記住，抄好題目資訊，題目有啲乜嘢資料唔好理啦，抄晒落去嚇。題目嘅資訊咧係會計分㗎，老師會數你有冇抄漏啲乜嘢重要嘅資料啊，所以呢個非常之緊要啊嚇。最後啦，去到書信，書信又係啦，3至4段咧好收工啦，千祈唔好寫太多，同埋書信最重要嘅就係格式一定要啱啊，上款下款唔加諸名號嚇，祝福語要點樣寫，啟告語要點樣寫，呢啲咧一定要留意，否則俾人扣格式分咧就好唔抵㗎啦。嗱，實用文簡單啲嚟講，背好格式，溫好內容，15分鐘內一定搞得掂嘅。15分鐘之後，我哋就開始做長文㗎咯噃。長文咧，無論你收到啲乜嘢題目，黃老師一律建議大家必須一定要用5分鐘時間去構思下個大綱寫啲乜嘢。點解咁講咧？你唔構思大綱，你收到條題目即刻落筆寫嘅話咧，好容易就會離題。然之後，就算你唔離題嘅話，亦都好容易會唔夠字。一係就寫唔夠字，一係就寫得太多，唔夠時間寫。最常見嘅同學咧，就係唔諗大綱點寫，直接落筆嘅話，佢就好容易將下一段嗰啲嘢寫咗喺嗰一段嗰度。寫緊第2段，將第3段嘅嘢寫埋落去。寫緊第3段就發現，咦？點解我成篇文章好似要寫完冇嘢寫嘅咁樣咧？就係因為冇構思到好嘅大綱啦。嗱，記敘文咧就係呈分試1咧好大機會會出嘅問題嚟㗎。假如你學校嘅老師咧冇話特定會出啲乜嘢問題，記敘文就係最大機會㗎啦。考記敘文一律同我好記得呢一個大綱。第一段就係呢一個倒敘法。倒敘法嘅開頭你哋係可以背㗎嚇，有啲公式可以背嘅。每當我見到啲乜嘢，我就諗起嗰一次扣題啦，題目問你啲乜嘢扣翻落去，嗰一次乜乜乜的經歷嚇，令我歷歷在目。呢啲背咗佢啦。第2段去到背景，唔好入正題住。凡係我教你哋寫作文咧，第2段我哋都唔入正題嘅。去到第3段、第4段呢2段，你見到我用紅色筆寫咗嘅咧，呢啲先至係詳細寫嘅段落啊。其餘嘅段落都係略寫短嘅，所以成篇文章你花最多時間寫嘅應該係3、4段，其餘嘅部分咧都唔使寫太多，得唔得？嗱，完整個5段出嚟之後，用20
至30分鐘時間去寫。30分鐘時間去寫。如果有時間咧，就檢查啦；冇時間嘅，就起碼確保自己一定完成晒呢份作文卷先啦。希望今日呢一個呈分試時間分佈嘅短片咧，幫到大家啦嚇，再見。